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一个消防员休假去垦丁畅水，水无开去砸到，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不幸死亡。台中斗阵算幼稚园发现又阁有7个教保员不当管教，教育局甲因罚6万至18万，要求幼稚园隆重改票。高问题收押禁见，民众党下暗伫立法院外口，靠支持者到现场举办宣讲，要抗议司法人权。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下晡3点左右，伫国道5号上北雪山磅空火烧车，磅空封路造成塞车塞8公里长。警消赶到现场处理，伫下晡4点07分恢复通车，加载是无人受伤。为外面会当看到一台白色的轿车伫磅空熊熊烧起来，佮庆烟。消防队赶到现场拍火，加在车顶3个人经跳车，无人受伤。不过导火原因还阁爱调查，因为今仔日是礼拜，车真多，火烧车也伫使磅空封路，造成塞车。下晡伫4点01分先开放落南，4点08分开放上北来消透车阵。再来看早起，台中消防局分队一个队员趁休假和同事做伙去屏东的垦丁参加畅水训练。不过落水了后，煞水无开去砸到，教练甲带上花 CPR， 有恢复性命现象。不过落尾转去高雄的医学大学，煞救无回来，不幸死亡。消防救护车紧急出动到恒春台电核三厂出水口海域，现场不少人咧进行畅水训练，所发生渡水意外。再送男性患者1名，约50岁，欧卡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救治，后续追踪有恢复生命真相。紧急将人有情化 CPR 送去恒春旅游病院救治了后，自强心针开口喘气心跳，后小转去高需抢救。根据了解，渡水男性是台中消防分队53岁省长的队员梁孝群，甲同事去垦丁2天1暝畅水训练，第一天一切正常，暗过特别早起8点外，伫核三厂出海口海域训练时阵，伊迄直讲水无开。伫边陪伴教练检判时过度换气，就将人带上花。过程当中疑似砸到水，就说一直说吸不到气，带上来生命还是这样正常。那可能他就是在这段中间把那个呼吸器拿掉，可能又一直在呛水。这个训练是因为是民间的报名，所以是政府跟民间都可以报名。那有警消跟一般民众都有去做这个报名，去做训练的动作。参加救援民间业者表示，意外发生的时阵天气正常，海涌有时大有时小。台中市消防局指出，省长队员甲同事拢是家己开钱，用家己的假期参加训练，已经派人落南协助家属。不过最后，省长队员依然救无回来，已经送回来中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因为经发生这案受押禁见，民众党下暗伫咧立法院外口要举办第一场宣讲，抗议民进党司法人权。这阵支持者嘛抱游览车到现场。那民众党的紧急应变小组黄国昌，伊批评总统赖清德用新的威权体制，损动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民众党主席黄泰含日经发生案件被裁定羁押骗见，民众党发起全国开讲，抗议司法人权。第一站就选伫今暗时，立法院边仔济南路早起9点30分开始交通管制，下晡4点无到现场已经被少支持的群众。你不能先把人押起来，然后他才去找他的罪证。那这样子，如果说以后都这样子比照办理的话，我们人民是会生活在恐惧中的。我是支持柯 P 阿贝，我觉得他这个是司法迫害啊。民众党记者会，每一个人头壳顶拢绑绿色的丝带。黄国昌强调，这场宣讲只是起点，绝对不是重点。未来民众党全体党公职支持者会伫全国各地发起户外集会、街路底讲、室内说明会、甲客厅会，甚至社区甲邻里。
在赖清德所领导的党检一体的新威权体制下，创伤的不仅仅是柯文哲主席个人的境遇，真正重创的是台湾的司法正义以及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关提羁押了后，是毋是失去党主席，阁有啥人来接任？大家拢真关心。即摆也传出关提捌透露，那家己阁入去，会互党内一个交代。依照我们的党章还有我们的这个评议条例这个起诉也不等于一定是会怎么样，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在这个部分下，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进度和既有的制度来做评议。香港活动国民党是毋是出来？吴国昌透露，毋单止限伫民众党的党公职，外界也关心经发生18案是毋是停工。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点出紧急法停工条件，按司法起诉或者是判刑才认定违反都市计划法。不管都委会的委员或召集人或是所长有涉及到这一个不管图利或是贪污，那他被起诉判刑，我们才能认定它是违反都市计划法，所以我们才能说明这个要求这个金华城来停工。对第一渔港市场改期前期传出甲前副市长裴进兴有关系，李树川表示，符合采购法定书机会也通过复选，有关会继续去按国民代质疑市府会个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南县议长吴健宝今仔早起伫病院过身，才到74岁。吴健宝过去因为涉嫌接帮拍假球案件，逃走去国外，互押转来台湾济家。今年5月才假释成功。伊过身的消息嘛，互台南的政大是拢带一条。家属举行小分球仪式，祝一路好行。台南县议会前议长吴健宝7月早起伫病院过身，享年74岁。伊的后生台南市议员吴宇环处理后事不便接受访问，当地里长代家属发言，感谢外界关心。我们吴前议长今天早上不幸来别世啊。那因为他生理上的病痛，今天因为家属正在处理后续治伤的事宜，不便受访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谢谢大家的关心。吴健宝因为牵涉接帮拍假球案件，2014年法监执行进程走到菲律宾，一直到2019年从押解转来台湾，法院裁定应该执行10年的徒刑。伊伫台中加监服刑多年了后，申请假释核准，今年5月坐轮椅离开台中加监，当时面色已经无好，后来西药剂也佫有感情。伊过身消息惊动台南政坛，前副议长詹顺良7月到5天来致意。唔知讲伊的身体消化介紧啦，安尼。所以引导的人拢真伤心啦。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讲，我认识的吴健宝确实是一个真的很有感情的人，很讲义气的人。詹顺良讲，吴健宝做人重感情、讲义气、有领袖魅力。伊5月转来台南了后，家己捌去拜访一摆，无时阵吴健宝身体歹遮紧，其他的事伊是无评论。原来伊的政绩就留互社会来评论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会提交开议众议院尚无要表决25条和中国相关的法案，其中包括为经济角度阻挡中国和台湾起冲突。另外，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太平洋有2只德国的军舰9月中会经过台湾海峡，这是22年来德国的军舰头一届通过台海。这个《民镜周刊》报道，在太平洋海峡执行巡航任务的2只德国军舰，要在9月中通过台湾海峡，正做22年来第一摆穿过台海的德军军舰。德方透露，航程未特别诋毁中国，来维护国际海峡的通航自由。The first type of frigate that gets out of the harbour and then doesn't get back into the main harbour for 2 years. 另外一只军舰是7月8参加环太军演的巴登福腾保护巡航舰，迄时阵开放台湾媒体去舰顶摄影，佮讲到伊强大续航力。另外一边，美国国会伫初9复会众议的中国州，按算密集讨论甲表决至少25条甲中国直接或者是间接有关系法案。为美中关系各层面的着手，拢甲国家安全有关系，包含为经济角度协助北京反台台湾冲突协助法案，或者牵涉空主航线中共无人机，
有妨改选甲经济间谍者内容，要并伫年底进前提交白宫签署，来授权下一任总统对北京采取更较强的行动。众议院一开场就谈这么多中国的议题，除了本来的路线以外，还有美国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国会来把中国议题炒热一方面可以凸显出两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可以为10号的2位候选人的辩论来铺陈。学者指出，11月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共和民主两党各积极拍出抗中牌来增加胜算率。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安最近去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参加台湾南美情报首长联席会议，讨论境外势力渗透情形，甲在地协力者的威胁样态。蔡明安也拜会法国总统贝尼亚，佮曾交总统赖清德批。贝尼亚也佮表示台巴友好的邦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国会2个月进行改选，左派联盟也成做国会上大党。不过，法国总统马克宏是任命右派的老将巴尼耶来做总理。这阵左派联盟和支持者都行上街头，要抗议马克宏违背民意。法律口号，数万民众行上街路，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法国左翼联盟正在国会上大镇压之下，率任命右翼保守派的巴尼耶做总理，和民众骂马克宏偷走国会改选的成果。C'est une mascarade démocratique que nous vivons. Emmanuel Macron fait un bras d'honneur à toutes celles et ceux qui se sont mobilisés cont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mais aussi qui ont voté. Il est désavoué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uropéennes. 路透社报道，在法国国民议会改选将近60天了后，对于新总理的人选，马克宏拒绝接受国会上大势力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推选的人，等到在当地初五，家己任命右翼共和党的议员巴尼耶来做总理。巴尼耶政党是议会内底第5大党，议员人数不到50人。伊就任了后，初6头一届接受媒体访问，表示新政府会有保守派甲马克宏镇压成员，而且唔望部分左翼人士加入。对此，极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的党主席巴德拉表示观察巴尼耶上任之后的作为。Si en revanche il est le nouveau prête-nom du macronisme et qu'il poursuit la politique qui a été conduite par Emmanuel Macron et qui a été très sévèrement sanctionnée dans les urnes en juillet dernier, alors ce gouvernement tombera. 马克宏的任命，和左翼政党甲支持者真生气，大批民众伫初7拍阮闭幕进前上街路抗议，极左翼的政党不屈法国，指控马克宏违背民意，支持动员包括工会、学生联盟，在全国发起差不多150场的游行。国视新闻台是董炳英。镜头转来到国内，台中私立幼稚园斗阵耍，今年8月传出有一个教保员不当管教，教育局调监视去调查，发现阁有7个教保员有体罚或者是不当管教，拢总有20个囡仔受害。教育局无正式裁罚6万至18万，嘛要求幼稚园爱甲这个老师拢总改评。幼儿园教保员甲男童掠条的丢出去，囡仔的头去弄到边仔椅啊！台中市乌里区斗阵省私立幼儿园8月传出教保员不当对待幼生案，教育局裁罚这名教保员24万，而且管制4年袂当伫咧教保单位任职，一个勒令园方为9月开始停办1年。但是随着市府专门调阅监视器扩大调查，发现还阁有7名教保员也有体罚、不当管教对待幼生的行为，会要求园方全部改聘。7名教保员有体罚、不当管教或不当对待等行为，且情节重大，应予重惩。教保服务机构应立即解聘，1到3年不得聘任、任用或聘用为教保服务人员，并且裁罚6到18万元不等。教育局表示，这7名教保员以杀、扣、摔、拍头等违法的行为对待幼生，判断属于惯性的行为，总共有20名学童受害。除了改聘处分以外，会分别管制1至3年袂当伫咧教保单位任职，裁罚6至18万块。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教育局处理本案的时阵，敢若发布新闻稿，无对幼生家长举办说明会，致使引起了惊吓，甲2派家长对立等无必要的纷争，有改进的空间。教育局应该要有一个说明会，他不用急着开记者会，他应该要跟家长说明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现在的处理是什么。园方以还未收到公文为由婉拒受访，市府是表示目前维持园方停办1年的处分。84位在园生已经协助78位转介到其他的幼儿园，有6位幼生家长还未决定。受害幼生的心理辅导工作会由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启动专业评估。
记者台中报道。新竹有一个教体操的姓林的查甫老师，去年到今年伫咧校歌、校纸赢队，涉嫌性侵3个读国校的查甫囡仔。法官认定这个老师涉嫌妨害性自主，裁定受押禁见。伫个人的 IG 打出真侪教学现场，甲囡仔欢喜翕相。新竹县一个姓林的体操查甫老师，互人控告利用做赢队老师的机会，伫去年到今年的寒暑假期间，性侵至少3个小学查甫囡仔。小孩子70、80个，有时候100多个，他都是这样子。那台北都下来，不是，那是放假带小孩啦。因为今年才拄为某一个国立大学毕业，互真侪家长真信任，代志一个别空，当地面册社团大家拢真紧张。除了家长是烦恼囡仔捌接触过，也陆续有儿童教师出来发声明，讲甲姓林的查甫人已经停止合作。在112学年度，该男子有在我们县内的3所幼儿园、跟1所国小，还有一个补习班有任教相关积木课跟热舞社课程的相关的内容的执行。那113学年度只有在补习班里面有相关的任教。新竹县政府嘛下令姓林的查甫人所教的补习班爱暂停伊的教学业务。清查了后，确认目前已经无伫县内有学校，也是幼儿园伫上课。若是这个案件是事实，会依照情况来裁罚，相当是终身袂使搁加册。姓林的查甫人伫初5去互人逮捕，佮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要查清楚是毋是还有其他的查某囡仔受害。经检察官书后，认林姓被告有反复实施加重强制性交、猥亵、未满实施说未成年人等罪，并认为有勾算证人之余，于113年9月6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切认定，因为伊牵涉到妨害性自主罪嫌，而且涉嫌重大，裁定羁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过到花莲山区上大雨，苏花公路水泵山因甲北回东正线，代替嘛实施预防性封闭。这铁路甲公路的交通拢拍夹，明仔载就要上班啊，袂少人是要紧要上北。即阵花莲火车站的旅客是钱甲塌甜。因为铁路搁咧抢修，代替暂时嘛无法度确定通车时间。受到午后大雨影响，苏花公路164.5公里的所在，总体路段侧边下晡路崩起出现土石流。交通部公路局已经调派人员甲机械伫清理，建总直到花莲车站引出来明日起，等待清理完成了后，才开放通车。公路长期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但提供因为公路土石流一直流落，对1:54分开始实施有警性封闭，代替往花莲方向列车甲咱开到花莲站。花莲体中的老师甲学生17个人来到台北拍篮球赛，原定侧边下晡要转去花莲，也无到转去咯。由于崇德发生大面积土石流崩落，所以我们现在路线都没有通。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花莲，今天整个赛程结束，然后就因为土石流，所以在台北。我们今天学校是叫我们坐到罗东啦，然后在罗东住1个晚上，看明天会不会通。但铁对花莲往台北方向是全面停开，好为少着急要等来休假的旅客，开伫花莲火车站大厅。从台东回去啊，绕一圈嘛。所以你现在打算往南坐吗？对啊，往台东。所以今天一定要回去就是了。是啊。嘉义市区路大雨，部分道路出现淹水情形，因午后对流群体发展真旺，开有短暂路大雨情形。气象署对19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雨会继续落到暗时。随加起压接近，未来2天天气拢无稳定，午后各地拢有雷阵雨情形。明天像是大台北啦，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附近这一带，都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气象署提醒，未来1礼拜水气济、日时无落雨时阵，各地高温有32到34度，小湿热天气的情形。也若代替抢修的时程，代替讲，虽然也无到来有个通车时间，因为天灾列车停开，一年来旅客拢在办退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社头有种200公顷用景，这农民嘛照传统用大灶下茶焙金景干。这焙好金景吧，唔但会当放较久，阁有特殊气味，是当地农产特色。
天气遮热，农民伫肥皂边仔无用并背。即阵当是龙眼采收的时阵，彰化社头乡就农民顺古法，用大灶下龙眼茶焙龙眼，但是因为高工搁忝头，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用大灶焙龙眼咯。伊这上无爱2暝3工，吼，过来就是过来一礼拜，经过一礼拜了后，才搁焙1暝1工，有吐水去。一寡老一辈已经拢退休啊，无人做啊，即摆就是换阮第2代、第3代咧做安尼。想要甲这老一辈的方法甲留落来，消费者会使搁食得到这古早的气味安尼。社头乡是彰化龙眼栽种面积上大乡镇，大约有200公顷。但是今年2月天气反常，连咪寒连咪热，造成龙眼无开花，影响结果率，甲去年比收成大概减7-8成。家龙眼哈，就是因为每一年的产季都不一样，像去年就是大丰收，今年就是因为气候的影响，所以就是产量的就是不到了2成，会鼓励农民啊下去做烘焙，就是焙龙眼哈，增加咱的保存的期限。农会表示，龙眼收成的时间集中，真鼓励农民落去焙龙眼，焙好的龙眼肉唔但放较久，价销嘛较悬，会当增加农民收益，嘛正做地方农产的特色。但是今年产量少，产期提早半个月结束，焙龙眼即阵也已经进入尾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着要支持身心障碍者找头路，嘉义县政府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成果发表会，唔但表扬企业提供工作机会，嘛设计体验活动，互民众体会身心障碍者的不方便。智能耳机来体验听不到声音的人，边仔阁有视觉、行为、甲沟通的障碍体验。除了要互一般民众了解身障人士无方便的所在以外，我希望协助身障人士解决因的问题。手脚都要协调，叫他们上一些轮椅啊。啊，要摕唔到有遐大的所在，可能车无够悬，看起来。而且他们看到的东西，竟然是一点点而已。当我们正常的话是会看到整个手机，这个就让我能同理他们。互人感觉讲，若是咱拄到这个状况，咱会当安尼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咱还瞄到一寡器具，也是植物在设计的体验，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咱会当来解决。除了体验的活动，为了要鼓励企业或者是公家单位聘用身障人士，嘉义县政府阁专工表扬在1个单位。嘉义县罗清楚表示，因聘用身障人士的比例拢超过10%，比法令规定的阁较悬。希望鼓励阁较侪单位嘛会当做伙来加入。颁奖这个厂商哦，拢是超额聘用。阮每当咧安尼一直咧推广一直咧要求嘉义县目前这个聘用的这个额度甲比例拢有明显的提升。因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的障碍点无共款，当然一个间企业内底尽量找适合因会当做的工作来，互因找一个头路我感觉对身心障碍者是一个真大的帮助。嘉义县政府表示，协助身障者找头路，需要企业甲民众对因的包容甲理解。目前因逐档拢会协助大约400位身心障碍者重新阁找条头路。希望透过活动，社会会当重视多元共融甲平等工作权益。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台湾，土地公是上清澈的守护神。这汤圆逐年拢会办土地公民俗艺术节，今年拢总有203尊，上远阁为马来西亚来的，要做伙甲土地公的文化传落去。九份的福山宫将这古尊土地公神尊请来汤圆土地公民俗艺术节，来甲台湾各地甚至有马来西亚，总共有203尊的土地公神尊做交流。这古尊就是阮福山宫比较有代表性的福山宫的神尊，所以讲阮派因出来参与这个活动。今年已经17年啊，一年比一年更较侪尊。那么今年上侪已经有203尊的土地公来参加。上特别的是，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土地公庙来参与活动。庙方讲一定连续2档，用行路的方式来甲台湾各地土地公庙做交流。除了分享地方的土地公庙历史，伊嘛用福建话来甲台湾台语做交流。阮旧年是5月份啦，5月，阮有来台南啦。今年就是9月，阮就去中部，本是行了10几间的这个暗庙啦。
现场嘛有跋杯活动，吸引满满的大小朋友来参与，实在真热闹。主办单位讲，只要信杯，就送你一粒土地公伯加持过的面桃。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得到面桃来食甜甜保平安。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将土地公伯的精神文化流传落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7度。华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龟山岛90几户左右，500-600个安尼。宜兰的精神象征，保护着宜兰啊！这所有的